台南市流浪动物爱护协会一直拢致力伫咧用爱终止流浪，为毛小孩找幸福的盛行已久。在112连续2天的犬鸟送养会，就是希望会当早日为这流浪犬鸟找到主人。爱护动物出名的议员曾之杰，更是伫活动开始之前，就来到现场斗3工，以实际行动帮助流浪的毛孩找到幸福的厝。小朋友，你在挖你离场哥哥啦，你会被打屁股哦。他要逃狱了。我从小就都是捡流浪狗，我很喜欢毛小孩，对，这任何动物我都喜欢。然后，这些都是傻小孩，你看他们就是小屁孩，对，毛小孩就跟小孩子一样啊。其实家里有养毛小孩，对家人的感情是很有帮助的。然后如果家里有小孩，然后大人教小孩如何去照顾毛小孩，也是一个教育。然后还有长辈。其实长辈也很需要小型犬的陪伴，对，那个真的有效。在国外那个什么老人俱乐部啊，或是那个养护中心或是医院都有这种就是医疗犬，我觉得那个是很实质。除了帮助毛小孩，主办单位嘛增加了零蛇献瑞活动，准备了相当多专线用品，分享给中介受理户，互弱势家庭凭相关证明，就会当挑选5项物品。互因伫寒冬感受到社会温暖，也互各界爱心延续到社会每一个角落。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。